我是戚美然，新竹竹东人。我晓讲日文，很好会讲客。你下做阿婆咧，同时也是硕士班嘅学生啊。学汉语时是我创新客家最好嘅方式。对桥档留下来，董兴俊经过嘅专国，然后嘅教师度，我哋对佢接受教授嘅学门老智慧。水准顺嘅足跳下，由大家听收，老阿弟古三沙搭嘅教导，从头看到几道，自由自在，慢来出戏出转。对呢只专国有传统嘅客家建筑。门礼堂、钟孝堂、太府梯，是先人十万大病传下来嘅物件。学人面前嘅书儿，开发到结果，我偷我见看，唔啲技术中嘅，唔啲马沙中嘅，对了开机散入，前人种树，我都识果子。呢只专国是朴实嘅学术天堂。点情嘅心灵故乡，呢首诗係描寫我讀嘅交通大學客家學人思維嘅見活。我對呢學習用更加發嘅角度來看客家。雖然我寫漢語時ยัง冇幾多年，不過我為十萬大病繼續寫落去。